会，没有感觉，有点痛痛的。没考虑过哎，就是要，对，有的打就是要打。专家有说，如果有打的话，会他们假设得到 COVID-19 的症状会比较轻啊。我们现在打都是小朋友的5到11岁的儿童的疫苗的部分。那因为现在学校也在停课，那其实家长可以利用我们在注射站的时候，在这个比较气氛比较氛围比较和缓、比较舒服的环境下施打疫苗。因为小朋友打疫苗，家长会比较谨慎一点，会多询问医生一些问题。那医生很耐心的去做解释，所以这个部分会稍微久等，会稍微再等一下的时间，但是家长都可以接受。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呼吁家长就是说目前为止，不管是莫德纳，不管是辉瑞都没有疫苗不良反应我们期待他们都是很平安的那所以说先前对于莫德纳的误会以及排斥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冤枉的然后我们希望说家长还这个能够让自己的孩子早点有保护力那是越早越好因为如果这样看起来，我们的这个莫德纳疫苗施打也超过1个礼拜了所以说这一个多礼拜都没有这个不良反应那希望但是保护力第一剂的这保护力已经有了陆续在2个礼拜后都会有那所以早一天施打早一天有保护力，那能够这个对抗疫情的这个高峰。我们现在目前施打已经24000剂莫德纳，22000剂辉瑞疫苗，总共合起来46000多剂已经打出去了。这个年龄层总共有11万人，所以我们后面呢还有剩6万左右，6万多11万，陆续还会再施打所以说这个疫苗绝对够，大家放心。但是不，这个就是希望您赶快预约赶快有这个保护力，不必去半夜排队，也不必去这个提早卡位那这个家长爱护孩子的心理，我们都可以了解只要轻轻松松的上网预约，然后去可以打疫苗，可以看卡通，孩子们就比较开心一点。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6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3月份的大雨，造成台南山区包括山野、营营甲内基拢有损伤。不过市府因为牵制人力不足，造成真侪农民的损失，无法度认定。议员周奕奇伫个总质询，就替农民来请命，要求爱甲中央反映，看是要安怎弥补。对此，市长表示会当研究采用无人回零机，用科技来提升牵制效率。今年来，因为气候变迁影响作物，造成今年台南山区真侪山野无开花，冲击产量。对此，议员周奕奇表示，不止山野、营营甲内基共款有无共程度的损害，不过因为公所人力不足，根本未赴牵制，所以要求向中央等单位来反映，会当再次回看，并放宽天然灾害救助天数来补助果农。对此，市长表示，为了提升牵制效率，建议借用无人回零机的科技来保障农民权益。开花到疏花，再来勘察已经好几个月过了。那有些人就是来看嘛，那有些人就说这公务员他们来看他们不专业，也不是说不专业，是因为他们要照一个我们就是中央给的一个标准嘛。那边看不到东西就不予补助，那变成很多人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虽然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我们政府那个中央农粮署一个好意，那政府给了一个好意，但是现在变成因为就是这些事情那公务员要勘摘1000多件，然后人员又少，然后大家都忙翻了，然后标准又不一，那变成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美意，
然后做这个就是灾损补助，又变成另类的，就是农民的抱怨。其实人力每个人体力有限，叫他翻山越岭去看到，那你看一天看不了几场。而且你要想一下，借助科技的力量会比较好。这些农建课、这些课员啊，就是公所的课员，他们还有其他业务要做。没错。那光这些业务，他们就都自行加班，而且重点是，他们加班还没有领加班费。徛伫指定顶山区民众的权利，议员进一步要求市府落实1区1公园政策，其中就针对现有1公顷的指定德溪公园，因为地貌符合，加上无需要环境影响评估，所以希望干务局设计树林步道等再造计划，例如台北文山树林公园。对此市长嘛乐观其成，希望赶紧会勘来好好规划。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为了摆脱罐头式公园的印象，市府工务局到今年为止已经规划完成27座大型的特色公园。议员林美燕伫个总咨询，就要求特色公园一定要加装掠日头、亲子便所、加洗手台等等必要的设施。近年来，市府便利就业开发特色公园，同时汰换现有公园游乐设施，扩大开发公园计划用地。不过，议员林美燕表示，公园不只是外表看起来水水有创意，要求伫规划设计时一定要包括遮日头、亲子公共厕所、加洗手台等必要的设施来体贴民众，临时颠倒造成民怨。我们要强烈的要求市府。在你在规划大型特色公园里面，我们除了基本的配备之外，我们的遮阳设备、亲子公厕还有亲子洗手台，这个要是基本的元素，你大概都一定爱加里面，你袂使大概无加里面，整个设备完整以后，民众来反映的时候，我们再东补一点、西补一点，完全不会让人家非常的就是温馨的感觉。起跳，你可以承诺吗？对你刚刚讲的亲子公厕、亲子洗手台，应该我们在规划之处就要做。至于遮阳设施，你看看遮阳设备，你看我上面的这个上面就有了，别的人应该是一个凉亭就有了。它不是在油具上方，它在油具上面有一个像沙飘，那个都可以，还是都可以去做的。我们来考量那个部分，好不好？议员除了替特色公园的相关配套来全面体检，嘛进一步针对民政局106年在规划40公顷的南山公墓前线，用滨众专区来设计道路公园，希望带动地方发展。不过因为看下文化资产跟5档过去游玩拢无进展，这期到底要地方等偌久？公墓里面有讲到的文字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达到双赢呐。达到双赢过程中，不是在原地踏步或者浪费时间呐，市长。如果再给你一任的时间，你可以给地方承诺吗？我可以去加强跟地方沟通，要看地方民意，还有看那个家属他的意愿。最近各提供讲啊，佮有较新的需要，佮要佮调查下迄资料啦吼。啊，这部分的尽速来处理，和文史工作者啊，佮含迄个。咱迄个附近的居民的这个的需求，会尽量来做一个共识。有400栋历史的南山公墓，虽然有文史界公民团体诉求全区保留，地方某公墓阻碍发展的反对，所以如何持续沟通，公墓何去何从，备受关心。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虽然前市长赖清德任内已经公布3个台南新市政中心的地点，不过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认为无迫切性，所以已经宣布将维持双行政中心。议员李文俊伫个总咨询，佮再次提出深化嘉北农场的建议案，积极向市府建言。伫前市长赖清德任内所推出的台南新市政中心议案，虽然最后已经选定南科 ABC 周边新市看西农场以及深化北加流湾大道北平等3个地点，不过其实市长黄伟哲接任以后已经公开表明，目前新市政中心的兴建并无迫切性，拢将维持双行政中心。
不过，议员李文俊上个伫总日顺再次以生化加巴农场的地点适中，佮有南科的优势积极建言。这地是加巴农场的迄个基地。哦，你若来甲说，咱都用30公顷，咱来甲用起，啊，咱来用看要50公顷，还是剩咧搭地北互因嘛，行因嘛。哦，就像咱咧七段征收安尼啊，哦，来征收一块土地，哦。啊，这算足好的一个戏啊！咱若真正无法度人一群，一出到位，哦，咱无法度人一群，应该我感觉恁若去中央讨，进中央应该钱存遐济，哦，咱若去遐讨一寡钱，啊，咱来做这个新市政中心，来甲考虑咱的宪法，先听。你要迄落出名，你要下拄啊这个时间点，哦，因为你来要第2嘛。哦，我相信第2应该是你原来驾轻就熟啦，应该原来你的啦。哦，所以呢，你叫你的团队要规划看看，先去规划，先规划看安怎用，哦来看。5月18较真的议员李文俊经过10天隔离，就做8摆快筛等亲身的经历。上午总日顺特别针对迄当时和民众排队快筛怨叹，一直检讨到疫苗、催安等政策，强烈批评指挥官陈时中无良心道德，防疫政策无对等，甚至用意识形态治国，相当无奈。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主办的狗狗派对宠物优先市集，伫仁德区登场，市长阁特别带伊的毛小孩黑妞到现场耍游戏，同时嘛甲民众来分享身为饲主应该有的责任，以及照顾毛小孩经验。台南市动保处甲仁德区公所以及学校5号伫仁德区举办摇尾草狗狗派对宠物友善市集，现场邀请侪间宠物业者来设档，提供毛小孩甲主人共有的空间，同时也伫活动中推动生命教育，互民众认识主人应该爱尽的责任。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再来以领养的流浪狗黑妞做伙来同乐。今天看了很多大狗、小狗，还有大人小孩，大家一起来人狗同乐。疫情防疫这个健康游就是要在户外，就是要在空旷的地方，很开心的舒展身心。那有的人去游山玩水，其实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就更爱跟宠物一起玩。所以说，在这边人狗可以说是非常快乐的一起徜徉在这个户外之间。刚刚还看到了有人在玩这个狗狗飞盘飞盘狗。那很多狗狗接得不亦乐乎，但是人跑得更累所以说其实用这样的流汗跑一跑在外面户外有一些一方面推动这个动物的保育，一方面推动这个健康防疫观念的健康游，这个部分真的是让人家非常开心。黄伟特表示，宠物是安慰心灵的良伴，为人带来正向心情。主人也应该回馈爱甲保护。市府致力推动宠物友善环境，鼓励民众爱定来带着宠物外出活动。仁德区公所表示，高龄社会少子化，有宠物的陪伴更很重要。区公所结合动保处办理宠物友善市集，免费提供狂犬病疫苗注射甲晶片注射，推广尊重生命领导动物保护精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民众都面临防疫的压力，心情也对立郁卒。安南区凤凰社区特别举办防疫保健精油说文动手做的课程，有老师指导民众用天然的精油原料来制作说文，不但制作的过程会当疏解压力，说文阁会当用来洗手，防疫保健康。安南区凤凰里活动中心内底，真侪民众听到老师指导，一步一步制作防疫说文，而且这说文的原料是利用天然的精油来制作，不但造型古水趣味，阁真吸引人。在制作的过程中，阁会当暂时放下疫情，疏解身心压力。用香茅还有5种的芙蓉啦、艾草这些精油萃取来做一下我们的那个粽子皂。那
这个还蛮受欢迎的啦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有另外创一个叫生日蛋糕，那这个我们是用松饼跟这个草莓下去做的。当然，就是它不是涂颜色，它是真的原色，所以我们会一层一层把我们的草莓还有我们的香茅，然后一起加进来，然后这些松饼也是模型，也是刚开发的一个模型哈。那我相信这个是刚好做成一个生日蛋糕最好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希望说用这个课程呢，帮助我们市民他们能够学这种课程。那今天我们在凤凰里课程，跟市政府呢合作这个8节课程哈。那我相信8节课程有16个小时，能够让学员能够学到想微型创业的啊，或者说他想自己有没有自己在家里做 DIY 疗愈。静心新奇配合市府举办市民合营计划，结合社区开办时尚美学创意精油 DIY 课程。活动当天，区长叶志明、议员郭清华以及当地里长也拢到场参与，并感谢静心新奇规划安的课程。在疫情期间，我们防疫的期间，能够提供这么疗愈的一个研习课程，自己做的香皂自己带回家欣赏，自己使用哈，尤其是配合我们的政府的一个防疫的作为，大家能够勤洗手，来戴口罩。感谢咱王丽婷老师咧今仔来到咱这个凤里来会当讲咧这个甲咱社区内底一寡学员咧来做一寡手工的肥皂咧这样式咧非常的多非常的实用。这个拄好有这个机会，是搭配咱市民学院来做这个手工精油肥皂，而且拄好会当有这个活动会当做手工精油学以致用，嘛感谢咱市政府会当，互阮有这个机会会当来承办这个活动。真侪参加学员拢是专家出动，伫课程中不但会当学习到制造精油纱纹，阁会当学习如何保养皮肤。使用又阁趣味的课程，拢互因感觉到非常的精彩。什么课程？哪个最吸引你？肥皂。怎么说？因为可以防疫，然后很漂亮，然后我们可以把它的步骤学起来，回家自己做。他办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活动，我希望我们凤凰里的里民踊跃来参与。上课上到一半，静心新奇公司的合作单位台湾中油也特别找来公司的品牌咖啡，请现场学员品尝，和这场活动有吃嘛有通耍。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咖啡的种类百种，唔知观众朋友有听过土耳其的咖啡呢？伫一间小小店家内面，头家只卖一种土耳其的咖啡。到底土耳其的咖啡是安怎会这么神秘呢？这回来看下面的报道。爱喝咖啡的朋友看过来，看到这一排的咖啡器具，就是用来烹煮土耳其咖啡的器具。老板在因缘际会之下接触了咖啡，进而钻研在土耳其咖啡的领域。而土耳其咖啡之所以迷人，就是跟它特殊的煮法有关。因为其实，在土耳其啊，他们的器具其实全世界哦，土耳其是第一个把咖啡当成饮品的国家，在16世纪。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哇，它其实一直都处在一个不会消失的一个器具。为什么？因为其实它是跟这个文化有连结，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器具，这样的器具就很特别，因为它会因为不同区域，这个国家不同的区域，然后呢来展现他们不同的雕工，这就是他们展现他们传统工艺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传统工艺留在这个人们的心中，其实他看到这个，这可能是怎么年代，这可能是什么区域所展现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器具。那至于我们呢，这个器具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展现咖啡风味的一个方法。所以很多人那时候就很好奇，你们听说你们的店只有一种咖啡？我说，对啊，但是我们有很多种器具。土耳其咖啡也是一个，他们最后都点到这个，他说，原来这样子可以呈现不同的风味。当然啦，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的展现，所以我们那时候的一个展现土耳其咖啡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set， 让客人去感受，除了咖啡带给他们不同的感觉之外，然后可以好像坐在咖啡馆里喝这一杯土耳其咖啡，然后就可以去感受到土耳其咖啡带给他们的神秘的面纱，会揭开那个神秘的面纱的感觉。
土耳其咖啡还有一项神秘的地方，那就是喝完之后利用咖啡渣来占卜。不过老板说，其实在土耳其这是有原因的。对啊，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呢，土耳其人呢，他们是一个很好客的民族，然后呢，他们非常的喜欢聊天。那非常喜欢的聊天呢，他们每一次呢，客人只要到家里来做客，他们就会非常的好客啊，然后极尽所能的去把他们家里有的啊、吃的啊或者喝的啊全部端出来。那在最后呢，他们其实是希望说，客人最好来的时候就都不要走，你们最好能够一直来陪我聊天。那陪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总得要有个方法让你留下来嘛。所以这就是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哦。他们想要让客人留下来，那我得要让我们的话题可以源源不绝啊。所以呢，在土耳其呢，每一个人都是占卜师，是这个原因。看完今天这则报道，有没有对土耳其咖啡有稍稍的认识呢？想体验异国风情的咖啡文化，土耳其咖啡值得你过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一条绳啊，经过无同款的变法，会当做出手环、破链，嘛会当做成真侪实用的物件。那么去加昌社区关怀站，就甲长辈用五彩线来编手环。虽然只是2条绳啊来回编织，不过长辈是愈编感觉愈趣味。关怀站里，老师正教长辈编手环。长辈先把绳子的一头粘在桌子上，接着就把左边的绳子从主绳的前面绕到后面，再穿出来，再换右边的绳子穿出来。虽然绳子的颜色都一样，但长辈都不会搞错，好厉害！就是上面的线先压2条，然后我们再从另外一条下面的线再压上面那条线，这样就可以了。还蛮简单的。老师为了让长辈对编绳结产生兴趣，已经先把手环编到一半，长辈只要按照一样的步骤，用编平结的方式一直重复到绳子编完，最后再打上纽扣结，就可以把手环套在手上，当成自己的幸运绳，也很漂亮。对，我觉得带了它，给我带了很多好运。对，做任何事情都很平顺，心想事成。长辈啊，老花眼啊，视力上有点看不太清楚，我就会麻烦他们说，戴个眼镜啊，哈。其实动手做不一定说要做得多漂亮，只要你有想要动，这个手指头活动的话，对我们都蛮好的。除了用平结编手环之外，加上扣环等小道具，还可以变成保温杯的提袋、挂口罩和眼镜的链子等等。这些生活上一些实用的小物，都可以发挥创意，用绳结的方式制作。做这个成品出来，挂在胸前，可能比较不会忘记。还有做一些老花眼镜啊，长辈都很需要啊，每个人都戴眼镜啊。用眼镜的挂钩，那个挂钩就不一样，但是项链的手法还是用双连结去给它做造型，这样。所以我们也会有没有让我们的老师然后来带领一些我们的助理老师来让长辈这样子教他们就是个别的教，让他们在学习当中能够不要有压力，能够在这边快乐的一个学习。加昌社区关怀站里，每个志工都身怀绝技，大家把自己会的贡献出来，先教会其他的志工后，再带领长辈一起学习。长辈虽然年纪大了，但只要肯学，还是可以学得会。记者赖长邦、潘志光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6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